长苏贞昌早起到立法院，针对着3月初3全台湾大跳电来做专案的报告，讲上主要是人为的事故。讲台电已经来修正着奖励甲处罚的规定，打来若是无依照着操作的定数，也则是因为人为的疏失造成着重大的事故，也则是公司的损害，相关记2支的大告来免责。另外，这个电价后个月是不是会调起呢？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今仔日召开的审议委员会会来决定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立法院，关伫3月底报告3月初3全台湾大跳电的事故，向全国受影响的国人同胞表示歉意，主要是人为造成。 原因是恒大电厂的人员伫保养了后进行隔离开关设备的测试，所伫电路器内底绝缘气体无完全填好的状况之下，就开始测试，造成隔离开关毁损，引起连锁反应。全台湾549万户失电，不过立委们问，敢真正是人为的疏失？台电有没有掌握蓄意破坏的事证？有没有？ 在台电里面是没有掌握这样的事情，目前是没有。对，接连3个事故的都没有办法完整的情况下，才发生这次跳电，我们难道认为它真的是一个疏失而已吗？苏贞昌表示，一切交检调，不过报告当中特别讲到未来类似事件，针对人员来追究责任。为依操作程序执行或人为疏失而造成重大事故，最高一次记2大过免职或解雇。 要求稳定供电以外，有关民生的电价4月份敢要起价，传出有3套剧本，敢若调整用电2000度以上的大户，全面起价，或者是暂时未起。学者专家有各企业的代表哈，还有相关的政府单位，就由他们电价审议会来做决定。电价审议委员会会进行讨论，上紧要暗嘛都会有结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